你们在前面没客栈，飞苗娃很有名的这种客栈，飞苗娃不呀，面，面香女女女澳洲大香多波后面怀这个一个是个怀字，波呀怀和怀面女，我就把它写成一个关于字，关于葡萄，它就像一个晶莹透明的那个珠宝一样的灰。女对澳洲这是大香豆包，包呀和面，包也坏了。这个像女，这是葡萄的意思，它就像一个这个珠宝，跟绿色的那个东西，小那个玉石那种东西，就是龟，我就把它写成龟。像女就是酒，熬制大样子装，香豆包新皮包豆，就是皮子的意思，真正皮子的意思。豆叫皮子，新皮包。这个词，这个苗语词也是一个词，也是这个词。要不然我怎么知道它是皮呢？它就是苗语词也是这个词。波呀和面，像女的熬煮大香豆包。这个新酒要装新皮包，新酒贵女。油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油面努力向上。时不待我，祝愿油面学业有成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宁波海，海来保面平安。